好，今日嚟開 Top 3嘅籃球卡。好，3張卡嘅啫，2張簽名，1張 base 卡。可以見到今23、24年嘅，即係都仲可以追到斑馬嘅簽名，係啦。Let's go。所有都係原封磚嚟嘅。好，下下嗱3個原封磚 ，OK。就係咁啊，冇嘢 ，OK。好，斑馬、立邦、目標啊，立邦 James 同埋斑馬 ，Let's go。第一張，哇，個 patch 係靚嘅喎，三色 patch 嚟。Nice， 個 patch 係靚嘅。好，第2包，立邦斑馬，立邦斑馬。好，一張10x10嘅艾榮都幾靚喎，其實10x10美篇啊嗱。最後一張簽啦。好，搣一搣牌先。橫嘅，會唔會係斑馬呢？唔係斑馬。個 patch 都係靚嘅 ，RC 呢張 RC 簽啊，15篇嘅 RC 簽 ，Jalen Wilson。好，其實卡就幾靚嘅，希望今年佢有咗 NBA 版權之後會再出多啲好嘢，係咁多先，好啦。鍾意記得留 comment，拜拜。